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嘅福氣女咧，今日資料單嘅，到大家咧講乜嘅咧，係我咧分享大家都當熟落嘅先生，佢係呢個王雲玉先生，佢咧出新書咧，然後大家咧分享乜嘅咧，講件動潮嚟嘅事情，大家會知道上是鏡頭糖、背龍糖、切條糖、腳底糖，到底係發生乜原因咧？其實兩件行路嘅用嘅非常嘅有關係，所以你大家咧分享佢係呢個王雲玉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王雲玉。哇，很久沒看到你了，非常。不過我喺其他嘅電視台看到你常常看到你。不過今天好開心哦，分享欣賞來到鴉片聚會，恭喜你出新書了，謝謝謝謝。對，而且這個書上面的照片好漂亮哦，謝謝。先跟醫生灌一下迷湯，有沒有？等一下好好請他來跟大家說很多。對，然後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啊，你翻的時候你就覺得輕輕薄哇，就會覺得字很多，圖片也很多，而且裡面有好多你自己親自示範的，對，教大家怎麼樣可以做適度的運動，然後維持身體的一些健康。對，而且我看的時候啊，我真的覺得很有趣，然後就覺得說哇，原來自己有這麼多自己從來沒有注意的問題，疊鴉片看到，夠。這本書好像蠻厚的哈，很厚，它大概300頁，不小心做到這麼厚。對啊，因為那時候我們這次在講步態嘛，從步態看健康，那我們就是想要教大家說怎麼樣正確的走路。因為一開始在想說我要做走路這件事情這個主題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它主要是因為我之前做了一本體態的書，那它這個有點像一個進階版，因為大家知道怎麼站、怎麼做之後，然後走路其實是很多人都沒有走對路而已，然後造成他身體的一些酸痛。對，那因為這個故事我們要從很這個基礎理論開始說明，所以就是從前面寫，然後寫到故事，然後再寫到一些怎麼居家的照護，就寫到這麼厚。真的好棒哦！我覺得這種感覺好像是一個步態的百科，有沒有？你擁有這本書之後，你的煩惱都在裡面找得到的感覺。唔夠共識開發，我很驚訝的事情是，其實我們邀請如玉來到節目也不是第一次，很多次我們曾經跟大家分享，比如說什麼關節的問題啊、骨刺跟問題，唔夠從來沒有好好專心的跟大家討論你行路嘅用誒，整體嘅按用意，其實大家都沒有發現說走路會影響這麼多你可能沒有想到的問題。行高，鄉親朋友，你上高你自己行路嘅用誒是對還是不對？所以我們先趕快跟大家來講第一件事情。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困擾跟步態有關。就會大家有上高冇？像第一點好有趣哦。你沒有去跑步，要某周運動，唔講有蘿蔔腿，對，因為這件事情會跟步態有關，而且這是很多男生女生的困擾，不只是女生。那個蘿蔔腿啊，我們基本上簡單的說啊，它就是我們的肌肉過於發達，我們就將它俗稱為蘿蔔腿。所以如果你走路的方式是錯誤的，比方說你足弓太低，你的推進力量太弱，你就會長出這個蘿蔔腿。對，所以有些人甚至他說，奇怪，我連走路都走得很少，為什麼我的蘿蔔腿這麼粗壯？對，有某一邊跳舞，有冇？有咩乜嘅運動選手，唔講係佢蘿蔔很大，對啊，同行路可能有關係哦。聽醫講都希望嘅，比如講你吃到你嘅肩頭嘅時間會覺得硬邦邦，對，直接會吃到哇，背囊清痛，腰酸背痛，其實同行路也有關，是因為它就是你平常走路，因為我們走路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對，如果你姿勢是錯誤的話，就會造成一些疼痛。是，太感有看到啊，膝蓋無力，對，腳底痛，很多人，還有這個腳趾磨到紅腫。這應該是鞋子不合腳這樣做的。對，鞋子不合腳是一個，然後再來是大家可能忽略到自己可能開始有一些拇指外翻的傾向，可是都一直以為說是楦頭太窄。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警讯，比方说你脱下来的时候它红肿，因为红肿马上就退掉了，所以你可能就不以为意，可是它可能就代表说你的脚底在走路的时候它是很辛苦的，对，它过于辛苦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有一些抓地，所以可能就会让你的脚底长出红茧，然后出现一些疼痛，可是它都是要经年累月慢慢累积之后产生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像一些那种关节会 kili kolo kili kolo， 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声音，蹲下来扣一声，站起来扣一声，对，那其实像这些，它就是一些初期的警讯，表示你的肌力可能是比较不足的，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书中提到的一些运动，然后去改善这个问题。其实上次如玉来到节目同台港的分享，黑公你蹲下去起来的时候被吃动，你给气头有咔啦咔啦响一下，其实是警讯，大家不要忽略。是，结果我一录完节目，我就去吓同事，就找那种很年轻的同事，就问他说：“哎，你蹲一下站起来有？”马上问，对，就是有。想一下说，哎有哎，他说可能就是最近扣年周运动没有暖身，我说没有，我说如玉说这是肌力不够的警讯，结果大家都好紧张。不过就会因为紧张，故作去注意才可以保养，没错，提早发现。还有这个好有趣。真的有同事共给行路行给裙子会歪一边，对，很多人，而且都以为自己瘦了。对，误以为自己瘦。那它其实就是，它的逻辑呢，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我们的裙子就是我们的衣着，它是会跟大腿跟骨盆这边是摩擦的，因为它在摩擦的过程里面，如果两边力道是不一样的，它就会有一个拉力把裙口弄歪。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族群的话，你可以再多注意自己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屁股会扭来扭去，然后是不是有单侧会比较容易出现疼痛。对，那像这些的话，就是一些初期的一些征兆，对，要开始注意了。对，我们说有一些慢性疾病会有一些初期的征兆，唔过太卡有相公你，黑讲裙的白的可能也黑你行路有问题，没错。那大家就会问啊，哇，那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步态？我们要怎么走路？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我们应该影响步态的4大因素。我们在走路这件事情，大家都专注在脚。那其实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核心。所以第2点就是在提到我们的核心。核心肌群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呢最重要的那个核心，那个中间重心摆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它就跟我们的肌力有关。然后我们第一个这个平衡感的部分，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平常在走路的时候，你的踏步的时候，你的稳定度，然后在稳定性上面，它就跟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步宽，有些人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呢不够稳，所以他就会步宽就会比较多，就会有点像鸭子在走路一样，它会比较，或者是往外有一些外八的情况。那这些都是跟他走路的时候其实稳定度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女生啊，她不太会穿高跟鞋，对，就走起来怪怪的，对，就怪怪，所以她的脚会有点开开的，或者有点往外八，对，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你会看到她在膝盖的这个一些协调性就看起来怪怪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她走路的时候，她的稳定度不够，然后再来的话很重要就是足弓推进的力量。那足弓推进的力量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没有在运动，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可是就有萝卜腿的人，就表示你的足弓推进力量是比较不够的。所以呢，身体要用其他的部位去协助你足弓推进。我们在走路的时候都是脚跟着地，然后前足推进，每一个步伐都是这样过去。所以你如果推不动的时候，你就要用你的小腿去推，所以久而久之，你的小腿就变壮了。所以真的没有讲那么细节。刚才如玉在说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我是不是脚跟着地，然后再用前面，然后再推进。对，所以乡亲朋友，太卡躺现在让讲的时间，太卡要凶一下，你这个行路给用的很用的，对不对？而且今天有特别准备一个这个自我测验，这个在书里面就有很完整的自我测验，对不对？45页，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书里面有跟大家讲说，太卡会用看看你给行路给用的是不是真空？昨天有青豆给测验，然后上面会有1、2、3、4、5可以勾选，然后你就可以给分数黑毛。对。来真嘅有清音整周哦，唔讲係清音整周嘅时节吼，公司才发有青豆嘅东西，你从来都没有去观察，对，所以我做出来的分数是39分，所以还
勉强算及格，算及格。对，我们有灯号，灯号的话就是从绿灯表示还 OK 哦，一直到红灯，我们有4个分数。哦，对，那如果是30分以内的话是绿灯，那中间这个区间超过31分，然后这边就是黄灯的意思，就是说要开始注意喽，可是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不用太不用太担心。是，不过做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是因为做这个题目才发现我自己从来没有注意。不过我先讲第一题好有趣哦。第一题说，你行路给使节是不是会习惯挺着肚子？把肚子推出来。有时候自己挺着肚子，可能自己都没发现，都没有注意到。对啊，因为师姐有没有挺肚子？敌其实很多人他是平常站着的时候肚子就挺出来了，那个我们叫他下交叉症候群。糟糕，我好像有就是站着的时候，好像以为自己上半身弄得很挺，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挺，可是事实上可能是肚子挺出来。对，他以为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教人家抬头挺胸，对，抬头挺胸的时候，大家都是把肚子挺出来，对，然后久而久之就是。甚至会看到小朋友，对，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跟小朋友说，你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对，然后马上他肚子就挺出来，对，立马不是就是要这样吗？那妈妈也会这样说，她说你走路不要弯腰驼背，那不要驼背就会肚子就跑出来，对啊，就会觉得要这样。可是其实矮迪很多人不要弯腰驼背，其实背要平的，对哦，那其实这很酸呢。还有冇该同大家来讲呢？聊下等下长来讲。因为到放宇宙的分享如玉类的节目地图了，大家来讲哦，我们一般来讲都不会去注意的事情，就是你行路的用我们上一段节目已经跟大家讲说，哇，你可能平衡有问题啦，或者裙子歪掉啊，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很实际的，尤其是像上班族常常会发生的。对，那因为太多人会问说，那个我也没有怎么样，我也没有撞到，我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走路会变很奇怪？那它就是有2个因素。一个就是2个归类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但是多数的人其实是后天，后天是什么？坏习惯。所以后天的坏习惯呢，就包括就是喜欢翘脚啊，喜欢盘腿。其实像盘腿，有些人说没有啊，但是你观察小朋友在写功课的时候，很多人是一只脚一定要翘在椅子上，然后另外一只是盘着的，或者是或者是他就是去哪里玩，去这个童子军或者什么，他就是一直在盘腿。其实如果时间很长的话，也是会造成他就是习惯性去做盘腿这件事情。那瘫坐沙发不用说了，所有上班族很舒服，对，回到家之后一定都瘫坐沙发，像马铃薯一样，对，倒在沙发里，就是对，而且觉得越陷越深就是只要就是在沙发里面就觉得很舒服。对，可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就是会让我们就是驼背啊，或者是一些姿势的歪斜。那经常低头，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用手机，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错误的习惯，然后会造成我们一些错误的步态，因为我们身体的用力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人想说，我的低头跟我的走路有什么关系？那主要会是我们在身体的重心分布上面，它就会歪掉，它会头往前的时候，你身体要维持，所以你就会更驼背。那更驼背完了之后，你要挺胸的时候，你背肌没有力气，所以你就肚子挺出来。对，所以它就是很多就是一个环节扣另外一个环节，然后造成这些错误的步态。那如果是先天性的话，一个是足弓是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扁平的问题，或者是高弓的问题，那或者是原发性，就是天生的侧弯或者长短脚等等。那这些的话，老实说占的比例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就是坏习惯能够尽量的去修正。是，所以呢，很棒的地方是，其实有父母一抖给你，对不对？像刚才讲到很多是错误的步态啊，比如说像常常低头，这个很严肃他敢被自动功，你就会头低低哎呀某用不过其实也样用心态对或者说这边有帮大家归类前10大错误的步态，一般给你就会发生的事情，真给你一看来看嘅时候发现打勾有都有他敢看一下很用错误步态，走路很重。对，走路很重，我们会听到就是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蹦蹦蹦蹦。
尤其是在办公室，如果很安静的时候，然后他走路过来就蹦蹦蹦，你会听到这种蹦蹦蹦的声音呢。这样子的族群的人，他一个是足弓太低了，要不然就是他经常的会有腰痛的问题，然后因为有一些支撑不良，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就会绑很重。那这些腰痛的问题后来会衍生出什么呢？他就很容易会有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好痛，因为我觉得吃都沈阳敌度好像痛过一次，就这么一次，我就是你好像站起来没有怎么样，踩到地上的时候，踩到地上，脚跟好痛，对不对？对，所以它就是延续，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都会问说，那为什么我一样在走路，然后我足底筋膜炎只有一只脚？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是2只脚？对啊，为什么？就是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身体本来就已经不平衡了，你仰赖身体的一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足弓太低，所以你在走路走一走，然后就是会发生这个筋膜，它需要用过度的力气，然后造成的一些发炎。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都不理它，你觉得走一走好像就好了。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呢，后来另外1只脚也会跟着发炎，所以到后来2只脚都会痛。哇！所以大家有发现某个行路给用的可能你给足底筋膜炎就会按用给眼影中吗？是。还有一些走路很拖，我觉得年轻人会耶。对，叫刷。对。我想说是多懒是不是？可是可能也不会故意给。对，肌力不够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状况。对，那肌力不足其实是现在普遍现代人会共同有的一些问题。对。走路晃来晃去，黑不黑美？晃来晃去。对，它的晃来晃去只是好像不平稳。对，然后或者是像有一些青少年开始，你会觉得他走路的时候就肩膀动来动去，然后走路晃来晃去，就是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稳定，就是好像比较轻浮一点。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坐太久，所以他的臀肌没有力气，造成这个结果，所以他们其实被骂的有点冤枉。对，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会有点吊儿郎当的这种样子。对，然后很多都会被长辈骂，说走路不好好走，或是没精神啊用。对，不过就像你讲的，有可能就会因为跌打电动有冇？他有可能一抽又脱鼠都有脱鼠懂打电动，一坐8小时要有可能，所以可能造成肌力的不足。对，他站起来就好像很随性的走，不过其实以后给样用黑青苔给。对，然后包括以后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就是膝盖的一些退化，因为臀肌没有力气的时候，膝盖就会很辛苦。这真的是环环相扣因为你可以你压片没有力气，以后你给膝头就有问题。对，不过青头给肉眼给膝头有问题的时间，他讲说，我老了，我膝盖有。对，可是可能就是一间接直接这样子影响下来。挺着肚子走路，刚刚有说过，因为要挺胸嘛，肚子就挺出来了。对，然后造成腰椎这边它的弧度太多，所以它就比较容易磨损，然后出现关节这边的退化，所以腰椎退化、腰椎长骨刺、腰椎椎间盘突出，很多就是都跟这样子的习惯。听起来好可怕。腰间盘突出很痛，因为有时候连起床都可能，我有些朋友讲给轰虫给时间会起不来，会整个很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驼背，所以我就会希望讲我不会驼背，那我不要驼背，那我就要挺，我一挺的时候，发现我的问题就会肚子挺出来，翘着屁股，因为你后面的弧度就很深。对，就很多人以为说，对，翘着屁股走路，感觉好像有翘臀，可是你会看到有些人他的身体在前面，然后臀部以下在后面，就是这样的走路方式，它其实是因为骨盆有一些歪斜，我们叫它骨盆前倾，所以并不是曲线很美，其实还要直一点这样走。对，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弧度，那这个弧度太过于不及都是问题。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有些朋友真紧我可能因为欣赏亚白挑出来的10大都是一般人很容易发现的，很常见的。走路时候腿抬很高，对，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一直不知道那个地面在哪里，因为有些人走路的时候他是腿抬得特别高，就是有一些这些人他们是有时候是本体感的异常，就是他没有办法知道地面在哪里，所以他就要抬高一点，或者是其实我们很常看到有一种穿那个高跟鞋是它那个防水台很厚的。对呀，那不是很棒吗？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就跟7爷8爷一样，就是那个很高，抬很高，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他厚的底是多厚，所以他为了让自己避免跌倒，他就会抬很高。
哦，对，这个也很常看到。对，哦，还有外八、内八，外八、内八，这个可以纠正，对不对？还是可以训练？它是可以被调整的。对，那这些它这些习惯呢，它是被慢慢养成的。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点点往外，可是往外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大概20度以内，就是它还算正常的范围之内。对，所以还有像踮脚走路啦，也是对不对？对，小朋友，对。那我们之前有看过，就是小朋友，通常大家都觉得说小朋友大概可能10岁之前，可能还会偶尔有踮脚走路。可是之前我有遇过一位他是爸爸很担心他踮脚走路到国3，大概是15岁左右。然后爸爸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是说，他羽毛球打得到吗？然后他就想说，怎么会问羽毛球打不打？其实那就跟他的感觉统合有关。然后他就说，真的他从头到尾就是从小就不会打羽毛球，因为他瞄不准。那像这种打羽毛球啊，它是需要你的手的协调、眼睛的协调，还有你的速度。那如果当你没有办法好好完整的去完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头去看说，是不是感觉统合上面有一些异常。对，所以真的太敢会注意一些小细节，对不对？像磨鞋底，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你跟鞋子很新，其实还很 OK。你你会吃到个底，有一边磨得特别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鞋子揪起来，你就会开始发现它有点歪歪的，没错，然后也不好看。所以其实磨鞋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从磨。对，对，我们其实这次在书当中有一页，就1分钟，让你可以检视自己可以怎么去观察自己的鞋底。太卡注意一下，赶快去看一下鞋柜，把鞋底拿出来看，看你自己鞋底。因为其实如果说两边都磨，但是两边磨的是一样平均，按钮就那个还好。然后重点是它应该要磨在哪里？那我们正常的鞋底磨损应该会是磨在鞋底的外侧，两边是对称，那一边对，脚跟的外侧。那外侧呢，就是它在削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差不多到一半。那另外一个最常磨损的地方呢，就是在指头下方这个地方。那指头下方这个地方，它也会用比较多力气，原因是因为我们脚跟着地，刚刚提到前足推进，所以这2个点是最常被磨损的地方。所以两边如果是对称就 OK。可是有一种状况是它的磨损呢，譬如说一边是对的，另外一边全部磨内侧，这个我们也很常看到。这就是不平衡。对，要不然就是走路的时候它一直都是外侧在磨损，对，全部都是只有磨外侧，然后就是等于削的旁边整个外面，整个不是只有脚跟，那也要注意，也要注意。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磨损的可能性。那我们也有帮大家去归纳整理，所以就是可以看这本书。从步态看健康。所以其实安永堂它的泰嘎就底就会增减，其实细节很多，像是鞋底的状态啊，也很有泰嘎会注意哈。不过还有的事情泰嘎会注意嘞，聊一下，等下这样子来讲。前面有讲到安道，大家是不是问讲，那到底要怎么走？用银行，用行路嘞？来这边有一个正确的步态，同大家分享一下。对，我们大概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很细腻分的时候是有10个步骤。可是我知道大家不可能在走路之前先回想有哪10个步骤，所以我们这里呢，先提醒大家有2个最大的重点，一个是肚子微收，一个是把骨盆挺起来。所以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感觉到的是，在不憋气的前提之下，肚子微收，缩小腹，核心用力，然后把骨盆挺起来，把臀部稍微夹住。对，就是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很些微的这个改变。这样我有感觉，这样就会觉得好像后面不会那么弯。对，就是背部我们会按。有弧度，对，就是它是一个挺把身体挺起来，可是它不是挺胸哦，也不是把肚子挺出来，而是把骨盆挺起来。可是这个很难哦，因为亚就会同熊前面有很共的嘛，其实按用给杠过就会你缩小腹，然后又挺出来，就是这边缩回去，然后底下又挺出来。按用给杠过你就会很直。对，所以我们
们的重心是要放，就是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肚脐以下这个地方的小腹。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力，这边先用力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背是比较挺的。所以背比较挺之后呢，你只要把肩膀往后顶一下，就是让它不要是耸肩的，也不要是往前的。对，然后我们的关节，不管是手臂也好，手肘啊，就是自然摆动，不用特别去甩它。好，因为很多可能长辈觉得说是不是甩手很好，甩手这件事情轻松甩就好了哈。然后呢，我们就是一路到这个肩膀的地方，刚刚提过，就是后背挺起来了，然后肩膀往后。那接下来就是下巴，下巴低头的人就把手机放到旁边去，就对，然后他尽量稍微内收，可是不是往上的哈，稍微内收一点点，视线往远方，哈，就是远方的地方，远处，对。然后颈部的话，我们就是自然哈，不用特别说要很僵硬这样子。那我们基本上当你的骨盆这个地方往上挺的时候，剩下一连串，你就会觉得是很自然而然可以就是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等一下，我觉得这样子走路，其实体态会很好看，可是其实还蛮累，对对对，会很累。我刚才就想说，你要一直记住，你要缩回去，然后骨盆这边又要挺出来，然后又要往前，而且我觉得最好还微笑，有吗？那有你规则，你就会很直，对，不容易耶。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觉得慢慢练，习惯够黑就会。轻厚，这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僵硬啦，对，就是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你的音乐很撸啊，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像这样子的姿势、这样子的走路方式，在家里面练。你就是一天练个10分钟也好，对，然后你就会有那个感觉，开始是就可以意会到说什么叫做挺骨盆，什么叫做把肚子收进来。是，对。还有，我们今天还要跟泰嘎的分享一下，其实像这些图片跟这些小动作，我们在这个书里面都可以看到欣赏亲自的示范，对不对？哇，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这个伸展那个腓肠肌呢，它就是小腿的后侧的肌肉，也就是我们俗称萝卜腿的部位。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是太紧的时候，你会小腿经常抽筋，或者是可能会踮着脚走路，或者是你会经常有一些酸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伸展的方式把它拉开。那拉开的方式呢，这3个都是伸展，所以呢，像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围弓箭步。围弓箭步的意思就是我们前脚跟后脚它的距离不是那么远，然后重点是你后面那只脚呢的脚跟是着地的。哦，对，那着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后面那只脚的小腿是筋是被拉到的。没错，对。然后像这个起跑式伸展呢，它的步骤呢就是我们让前脚跟后脚它是成一个直线的，然后我们身体慢慢往前带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那只腿是拉得很多的，而且它拉得很深，甚至连大腿后侧都可以拉得到。对，那所以像这个动作呢，我们也是很建议，如果说你经常久坐，然后你会觉得说大腿后侧有一些酸麻感的，很适合做这个动作。对，那这些动作都很安全，但前面2个是站着的，那第3个这个动作呢，它是坐着做的。我们其实就是坐着，然后把腿伸直，把手扣住你的脚趾头，然后我们往内往外都去做，就是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的后腿一路从臀部到大腿到小腿都可以做一个延伸。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因为亚黑公有去健身房健身的人，教练都会跟你说你。运动做完之后你要收操，对，要。可是你的收操轻抖给你就会做按钮给动作，对，你就发现收操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拉到后面这些筋。是。可是第3个还要看你的柔软度。对，一开始很硬的时候根本摸不到脚趾。对，如果真的到小腿，对，摸不到也不用硬搬哦，而且切记不要晃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受伤，所以我们尽量建议，如果真的碰不到，我们就是放一个地方，对，先放膝盖，对，而且你甚至如果碰不到，你就先碰膝盖，然后它就当一个基准点，你今天碰得到膝盖以下的小腿了，你碰得到脚踝了，表示你在进步，有进步了，太棒了，还有哦。
那刚刚提到的是小腿肌群的训练，那这边的话就是臀大肌的训练。刚刚有提到，就是臀大肌，如果你不够稳的话呢，力量不够的话，你肚子会挺出来，你走路会滑，或者是最后会伤到膝盖。对，膝盖会比较容易这个退化。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像第一个最左边这个动作，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我们其实它有点像蛤蜊，你把它想象成那个蛤蜊的感觉，然后你这样腿是膝盖弯曲，然后让侧躺的时候，你去做往下往上的动作，这是非常非常就是难度非常低的哦，强度非常低，所以很适合长辈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练习的。对，然后那第二个动作强度稍微高一点，它就是跪坐的时候把腿往上踢，往上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臀部是有在用力的。那第三个呢，我们叫它变化桥式，是因为这个动作呢，它跟一般瑜伽的桥式很类似，可是它差别在一个就是我们把脚垫起来，对，在脚跟的地方呢，我们着地，然后脚尖往上，这个它就会让我们的臀部就多用一点力气，对，所以做起来的感觉会稍微吃力一点，可是你会很有感的觉得臀部有用到力气，而且它很安全。那吃到要不可以吃力一点点，这应该很吃力哦。脚跟挺住，还有按泳椅，对，这是不是跟你的核心肌群也会很有关系？因为你压边还讲冇乜嘅力气，给时间其实会周血压唔可以按肩带，它就可以一起训练，然后在腹部、臀部这边，因为很多人哦，这个练臀大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深蹲，可是深蹲它真的会蹲出很多人的膝盖不舒服，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是透过安全的这个前提，然后做一些地板类的运动。对，难度不用太高，可是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做。这真的是，太搞的抹胸都黑没会伤膝盖的问题，因为深蹲黑呀真的很推广的，就是比如说你拿一个很重的那个球，对不对？然后你就对。拿一个很重的壶铃，然后深蹲。所以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某尴尬，你会有一些年纪的时候，你走远就会知道哇，靠呢膝盖会知道不舒服，对不对？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啊，他就是想说，我要开始就是努力，我要来减重了。然后减重第一件事情呢，就来做深蹲。对，结果做了第一天膝盖就受伤了。对，然后就不能做了。所以对，所以我真的就是很建议大家，就是你要做的话，其实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你只要知道怎么做，对，就可以做这些很简单的动作，可是它是有效的。对，不过我们看我们讲了这么多，从步态啦，或是一些可以做的动作，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其实有时候对于银发族，因为不管我们如何保养，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其实喊路喊还会有一些吃力，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原因，对不对？银发族我们会看到他们走路变慢，走路步宽变宽，对，那这些它是有原因的。那一个的话呢，就是跟大脑萎缩有关。大脑萎缩它的速度呢，的确是跟年龄有关哦。那当我们的大脑相对比较退化、比较萎缩的时候，它就会让你的平衡感比较流失。也因此，我们看到长辈很多人跌倒的时候没有办法即刻反应。对，那这些反应的速度都是跟我们的神经传导有关。所以它会比较能够改善的方式就是运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肌力，其实这两个它是相辅相成的。没错，对，就是你的肌力比较不足，因为大家现在可能长辈都坐着。对，而且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给会跌倒？对，可是就会以为给肌力可能不足，可是行给时间因为某力就跌倒，你跌倒就轻氧从来对，所以还能够这个可能，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岁月是不可逆的，可是你还是可以做运动，对不对？最后1分钟，跟大家复习一下，反正就是步态要很正确，对不对？还有你做海跟时间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做运动，补充一些你可能缺乏的营养品，还有有输送给时间，还是要去做一些护理。对，假设你今天突然扭到脚了，对你就要去及时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的创伤它都会让身体养成一个代偿的习惯。对，那如果这个代偿的习惯真的养成了，你身体就是歪的了。对，所以我们才会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扭伤、创伤等等，或者是运动伤害，都要把它就是真的是调理好了，对，才不会影响身体力学上面的用力。是，太棒了哈！希望你家乡亲朋友看，你今日个节目真是对因用项目真是有动态嘅收获哦。所以今日真件请感谢如意来到鸦片同大家分享。谢谢。哇，大家乡亲朋友真件请重要哦，希望有机会大家
看新书，懂吗？对，哦，从步态看健康。对，所以上年哈来做嘛个咧，电容易哈路个，绕墙台架好好来做认同了。